黃翠如星期日去到九龍灣出席賀年活動，最近都忙住喺大陸拍網劇《使徒行者2》。翠如透露，完咗活動要即刻翻去繼續開工啊！提到鄭嘉穎喺澳門拍新片《九龍不敗》，其中一幕戲外景屬於禁區，但就冇同當局申請噃，結果連同攝製隊被帶返警局協助調查。翠如自爆當年去到外地拍旅遊節目，好多地方都冇申請就偷雞拍攝，但而家人大咗，反而冇咁大膽啊！我以前拍旅遊節目試過好多次偷雞拍攝嘅，邊個國家？喺過好多個國家，非洲、我哋美洲都試過。我哋試過喺巴西嘅貧民窟度試過偷拍嘅，咁係好危險喎！好多槍㗎喎，嗰度。係啊，後生嘅時候就大膽啲，好老到咩？而家老啦就唔夠膽大膽啦，因為以前有好多地方係要即係有啲地方根本上唔俾拍攝嘅，但係因為以前我哋係孭背囊式嘅旅遊嚟嘅，咁好多時候我哋一路攞住部細機仔就可以四周圍拍嘢咯。